那讲到依佛所需哦，请问你有什么款的想法，还是讲你对依佛所需有什么款的观念？啊，这本唔是真长的一本册个吼，孤单6章定个吼，6章定，但是伊的信息啊，我就是真水，个要帮助咱每一个人啊，特别信徒，有法通得到咱的啊，伫咱的灵命中间有要得到造就啊，有法得到造就啊，咱无法通否定，就是讲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常常啊，会感觉有时阵会感觉野线啊，我毋知你会感觉野线未啊？感觉啊，看咱阵无力量啊，毋知要怎样来做。因为问题真多吼，有时阵啊，咱即款诶情况是暂时人啊，第一期定，有诶人啊欠彩会较长啊。当然有真多无相诶原因啊，有诶是因为身躯啊真鲜啊身躯真鲜，暗时欠彩袂困入诶时阵啊，咱就变真鲜。有诶时阵啊，因为咱生活顶面啊，诶需求啊，咱诶需要真多啊，所以咱要怎来？互咱的生活所欠用的得到满足的时阵咱就真善啊。可能因为生理的问题咱的身躯咱的年纪直直大的时阵有时阵如果另外一个压力互咱看咱像头盔无法通无法通头盔过来真侪时阵其实是属灵的原因其实咱属灵的情况会影响到咱的生命属灵的情况会影响咱日常的生活所以伫咱艰苦，咱有时阵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就多活到主的面头前上感谢主因为伊互咱伊的圣经互咱伫圣经内面咱愈读的时阵咱愈去思想，咱就发现讲，原来上帝互咱的恩典实在是真多所以咱就常常会晓抬头仰望主会晓抬头来看上帝到底伊是伫咱的身上伫咱无相的环境内面，伊到底互咱什么其实伊互咱真多属灵的恩赐，还是讲属灵的福气互咱日常生活顶面的一个力量当奔跑真紧真多年前伫英国伫英国有一位有一个人伊要坐船去美国伊要坐船去美国，所以伊就捡钱捡真多，伊就捡钱去买船票。咱买船票伊也钱捡来讲，我若到美国的时阵我才有法通用所以伊真求欠所以讲我若坐船我食迄要怎所以伊就赶紧伊就去买一家饼伊讲我食饼甲一家叫做 cheese 饼甲 cheese 通来食因为饼甲 cheese 有法通食了干饼叫 cheese 互伊有法通食入饱哪会知伊坐船了后经过2-3日了后因为海荒因为湿所以块饼变做变野软去野软起来食起来真歹食然后伊的 cheese 拿来拿对但是伊我无爱开钱伊无爱开钱伊就伊无爱开钱伊就是直直食坏伊食一礼拜了后会感觉真艰苦一日伊就看到伊个照台湾那个waiter伊的面头真假捧起来真香的菜伊说哇我伊批掉伊讲哎呀伊真爱食咯伊讲无办法咯我也是着来开钱咯虽然我知我会开钱但是不要紧为着要来食一顿较饱的所以伊就等迄个waiter我对伊的面头真假伊就该叫来甲waiter讲餐厅是伫倒啦迄个waiter就讲餐厅是伫倒啦请问若要去餐厅食的时阵我就欠用偌济钱就欠用偌济钱迄个waiter就甲伊讲
佢講你到底你來你坐船的時陣，你有船票啊無啊？我來看你的船票。啊，迄個人就將伊的船票去看，伊看了的時陣啊，伊甲講佇你的船票內面啊，要食的物件啊，隆重啊，已經包括佇內面啊。所以你去餐廳食的時陣啊，你無需要還錢啊。哇！伊聽了啊，會害尾，會啊，伊安尼一個外擺啊。你食大餅啊，餅也大的餅，也嫩的餅，然後食也短的起啊。原來啊，因為伊有迄個船票啊，伊有法通入去餐廳內面啊，來享受啊豐盛的食物啊。啊，這就講到什麼呢？講到咱基督徒啊，有時陣啊，咱就是叫做起啊，甲餅啊，起甲餅的基督徒啊。就是講，咱基督徒啊，其實咱佇上帝面頭前啊，咱是豐富的啦。上帝予咱真濟物件，予咱通享受。但是咱生活看得出是一個真貧窮的人，看得出咱逐項攏無，所以咱心內面啊無歡喜啊，咱無迄款的喜樂啊，因為咱袂記得啊，咱佇上帝面頭前啊的地位啊，就刷落去啊。差不多一兩個日啦，咱要來看以弗所書啊，以弗所書啊，這是保羅啊，一個真偉大的一個啊，伊所寫的一本冊啊，伊所寫的一本冊啊。以弗所書啊，雖然短的6章啊，但是咱要看到以弗所書啊，當上帝啊叫保羅來寫的時陣啊，伊的目的是什麼呢？其實寫以弗所書的目的啊，就是要指出教會啊，就是基督的身軀啊，佇上帝的計劃中的地位啊，甲意義。敢若上帝那就將教會留落佇世上呢？敢若主耶穌升天了後，敢若佇使徒行傳才開始了這個教會。教會伊的計劃是什麼啊？然後教會的地位甲意義是什麼啊？你捌想到無啊？敢若恁啊，基督徒那就來到教會，基督徒當咱信主了後，有人講咱信主了後，咱就有永生的盼望，信主了後，咱就有法通去到天堂。敢若是咱流落佇世上，敢若是咱那就來到教會，敢若人那一個招請人講，你就來教會，牧師團隊也是請人來教會，就是一個班地密了後。咱有法通按厝內Zoom 的時陣，看咱都常常講說，無恁着得來，恁着來，看真正着來教會。教會到底存在伊的意義是什麼啊？這是以弗所書要甲人講的啊，要甲人講的。所以伊的目的，伊寫以弗所書的目的啊。以弗所書伊的點啊，伊的主題主要是講到什麼啊？教會啊。是耶穌基督的身軀啊！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軀啊！其實喺聖經內面啊，有用真多的圖畫啊，來講到教會是什麼啊？有曾經有一本冊啊，英文冊叫做《The Images of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就是講喺新約聖經內面啊，用教會啊。圖畫啊，伊講有偌濟呢？一個或者 Paul Miner 啊 ，Paul Miner 伊講規本新約內面啊，來形容教會啊，伊有用96個圖畫啊，是96項物件來講啊。我唔知你若想到教會的時陣，佇聖經內面有講到教會是什麼啊？昨晚咱有看到啦，以弗所書講什麼啊？教會是耶穌基督的什麼的身軀啊，所以這個是一個身軀啊。請問你有法通閣想到無？佇96個內面啊，講一個96，講一個剩95個啊。請問有什麼來形容教會啊？你有法通將你的靜音開啊？你再來回答吧。佇新約聖經講到教會時陣，伊怎麼來形容呢？有誰愛來答無？
有无？啊，你着开你的静音啊，你才会再讲了，我才会听到啊。咱全兄弟姊妹家。哦哈，是啊，这个是一个家啊，属灵的家啊，真好啊。属灵的家。啊，这个家庭啊，也个有咧无？有啥爱个讲无？有无？咱的家这个是咩？这个个是咩啊？基督嘅新婦，基督嘅新婦啊啊，基督嘅新婦啊，这是基督嘅嗰只太太啊，哦，嗰只 bride 哦，新婦，哎呀，哦，真好啊，有咧无？约翰15章讲啥？耶稣讲伊是什么啊？葡萄樹，伊的葡萄樹啊，新都是什么啊？基啊，伊啊，啊，是基啊。OK，咱是葡萄樹的基啊，这也是啊。啊，了四篇第13篇，还是啊约翰福音第10篇啊，第10章讲到耶稣是咱的什么啊？大牧者，所以那牧者咱是什么啊？咱是羊啊。咱是羊 ，OK， 好，这个也讲到咱是羊啊。哦，也可以也做咧啊，圣经内面啊，新约有96个啊。啊，伫以弗所书啊，有讲到6个啊，特别讲到6个啊。啊，其实啊，那6个啊，伊讲到圣区啊，也讲到圣殿，讲到比人數，咱是比人说啊，是嗰只圣殿奥秘 ，OK， 教会是上帝的奥秘，然后咱是新造的这个人类啊。咱基督徒哦，教会啊，也是属天国的子民啊，咱是天国的子民。然后第6章讲到咱是精兵啊，好，第5章讲到是新婦，然后第6章讲到咱是精兵啊。所以至少啊，伫这个以弗所书啊，有用一撮譬喻啊，啊来讲到教会啊是什么啊？啊，新区、圣殿、奥秘，什么是奥秘啊？英文啊是叫做 mystery 啊，所以咱若到第1章、第3章，咱来讲到奥秘到底是什么啊？啊，咱普通咱来讲啊，哦，这个物件是奥秘啊，是无法通明白的啊。啊，但是圣经咱来看，咱会看圣经怎样讲啊？咱是新造的一个人类啊，咱是新妇啊，咱是精兵啊。哦，所以主要是讲到以弗所书啊，啊，以弗所书有一个特征啊，一个特征啊。头一个，伊是跟啊保罗嗰只加压书信第一啊，所以伫保罗有13本册的时阵啊，有4本啊有法通归纳叫做什么加压的书信。敢若那是加压的书信啊，因为保罗伊去关啊，吼，伊伫卡库内面伊写的啊。我说咱看到啊，保罗伊伫卡库内面啊，有法通写这4本册啊。啊，到了4本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甲腓立门书。啊，以弗所、腓立比甲歌罗西啊，是教会啊，啊，就是在所在的教会啊。以弗所所在的教会，腓立比所在的教会，歌罗西所在的教会啊，所以是写给教会啊整体。然后腓立门啊。是写给个人的啊，一个人啊，伊或者腓立门啊，所以保罗写给呀，是伫加勒内面写的。然后以弗所书啊，伫神学方面啊，伊是在干啊，是真水啊，伊的含义啊，甲比保罗其余的书信啊，更加深奥啊，更加深啊，啊，特别讲到什么教会的时阵啊，当然罗马书啊。讲到人因信称义的时阵啊，哦，因信称义的时阵啊，啊，真深啊。但是若讲到教会啊，啊是一个啊腓立比啊以弗所书啊，伊论教会的神学啊，
是做地丰富的，互咱明白到底教会是什么啊？然后伊是称作什么啊？属天的册啊，属天的册，咱较晚会个读啊，会个讲啊到这个属天的册是什么啊？这是伊的特征啊。第五啊，就是你伫遐论到什么啊？信徒啊，伫天顶的基业啦。所以讲到咱基督徒，其实咱遐主是虽然伫地上啊，咱已经坐伫天顶，然后天顶有咱的基业啊。这个约书亚记啊，伫旧约的约书亚，伊是讲到选民啊，地上的基业啊。但是有错是讲到咱选民啊，伫天堂还是天顶的基业啊。所以有的人来称作什么新约的约书亚。然后这个这本册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字啊，天顶啊，讲到天顶的什么，天顶的什么啊，然后讲到教会啊，然后丰富啊 ，riches 啊，这个丰富一字字啊常常出现啊，然后奥秘啊，奥秘 mystery 也是出现几落摆啊，然后最后一个书啊，叫做伫基督内啊，伫主内面，伫伊内面啊，这个书啊，伫以弗所书内面啊，总共出现差不多35摆啊，35摆啊，伊也是保罗啊真爱用的一个书啊，伫伊的书信内面啊，总共出现190几摆啊，讲到伫伊内面，伫基督内面啊，什么是伫伊内面，伫基督内面啊？这边对保罗来讲啊，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啊，是讲到咱甲主的关系啊，甚至咱伫主内面应有啊的迄款应该有的迄款的地位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咱若慢慢看落去啊，咱会看到一几项代志啊，伫遮来讲啊，说落去啊，咱我看到讲以弗所书啊，以弗所这个城伫倒啦以弗所啊。其实是小亚细亚咱时阵叫做 Asia Minor 那现主是是叫做托尼基就是 Turkey 这个所在的西边伊近海你若看到这个这个字以弗所伊是一个海港伫当初时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啦，是罗马帝国军队驻伫遮，因有一个叫做 garrison 因伫遐咧怎么样？伊个军兵驻伫遐，因为这个是真重要的这个城市啦。怎啊城市重要呢？因为真多的商业品是坐船来到以弗所，按以弗所的所在按船咧在黑色退落来则对以弗所分散到亚细亚真侪所在去真侪所在所以以弗所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城这个城除了希腊的文化甲罗马的文化的影响真深咱会记得伫第1世纪的时阵伫保罗的时代以弗所也是讲说规个中东其实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按遐来统管但是虽然罗马帝国统管但是文化方面伊是受什么希腊人还是叫做希腊人的影响所以伫遐讲的话大部分也阁是用希腊为主罗马文还是叫做拉丁文这个是什么官方来用的但是伫百姓内面这是这个希腊所以希腊的文化互因真大的影响然后伫这个所在以弗所伊出名什么呢？伊出名什么出名有一个叫做什么希腊的女神叫做阿提米伊的庙伊的庙真大，你若看这个相这个是叫做什么因当然这个庙已经无了已经歹去了现主是剩落的就是无几支条无几支条但是对伊的面积因落去甲伊创的时阵伊讲当初时应该是反遐大反遐伟大因
因所敬拜的女神啊，叫做阿提米啊。然后这个阿提米啊，所以伊这个伊的庙啊，创啊真大，我通讲啊是当时啊世界7大奇观之一啊。That's one of the 7 wonders of the world 啊世界啊7大的奇观之一啊就是这个啊。但是无偌久，当然规个歹去咯。天主时若去到以后所的所在啊，所以看去啊，然后剩一个安尼灰树啊。那所以以后所啊，因为居民啊，因真家己真骄傲啊，讲阮是女神阿提米啊，会干啊，会看顾人啊，还是讲说因的保护者还是看管者，因为因讲啊，这个女神啊，阿提米啊，伊是对天顶啊落来啊，伊对天顶落来啊，所以有人讲啊，一块石头啊，应该是有一块石头按天顶降落来的时阵啊，因才会刻做阿提米的女神，所以当初是真侪人伫遐来拜啊，所以以弗所啊，伊真出名这个女神啊。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啊，虽然因伫遐来拜阿提米偶像啊，但是敢若上帝的恩典啊，加着保罗传福音的时阵啊，伫以弗所啊建立了一间教会啊，这是保罗啊伫第2摆去旅行的时阵啊，咱知保罗总共有3摆的布道的旅行啊，第4摆啊，是伊去到罗马的时阵才去受掠伤贵啊，所以保罗伫第2摆布道旅行的路途当中啊，伊就经过以弗所啊，伊经过以弗所，伊发现啊，原来伫以弗所啊有一个会堂啊，会堂咱知会堂是什么？英文是叫做 synagogue 会堂啊，是犹太人聚集的所在啦。以色列人因咧敬拜上帝啊，伫出埃及的时阵啊，因是伫倒啦，因是用会幕来敬拜因的上帝啊。但是到以色列开始进入到约书亚和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啊，到因有王的时阵啊，规个国家稳固了后大卫王伊就有心要为上帝创什么圣殿，但是上帝无要所以上去创圣殿所罗门王所以圣殿了后迄个约柜无好再伫会幕内面乃是伫倒啦，伫圣殿内面所以人要敬拜上帝的时阵就是到圣殿内面敬拜但是咱知影伫主前722年的时阵以色列就安尼叫做咱讲北国北半10个支派伊就安尼受受亚述王来侵略所以无去咯。所以722以色列国就无去剩落是南国南国就是伫以色列的南边有2个支派就是什么犹大支派甲什么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个南国南国这个所在犹大国耶路撒冷也搁伫遐，所以因犹原伫圣殿内面来敬拜上帝。但是到586年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就来到以色列就来攻破这个犹大国就将犹大人隆重给掠去巴比伦甚至将这个圣殿规个给冲坏规个给毁坏所以从迄摆起以色列因无好再有圣殿，所以无圣殿的时阵，因要怎样来敬拜呢？所以伫受掠70年的期间因就开始来创叫做什么？叫做会堂所以当咱来到新约的时阵，咱看到耶稣常常伫会堂内面咧教导人。会堂是什么其实会堂是一个叫做公共的一个场所啦。伊就是创做一个。看咱阵有一个主管那个公共的场所，伫遐
人哦，若要自执有法通自执啦。然后若要审判咯，还是讲人有纠纷咯，所以以色列人还是讲列比哦，因要怎样帮助你是，也是对这个所在安遐来自执啦。当然，伫安息日的时阵啊，因就以色列人就自执到会堂啊，伫遐来敬拜上帝啊。所以因无搁再以献祭来敬拜，因为无这段无半项，因开始创啥？开始读圣经啊，所以伫会堂内面啊，通常就是咧读旧约的跩圣经圣经因是抄写呀，摕地方个叫做什么？一罐一罐的看那种羊皮还是牛皮你凹咧光光咧因会甲伊舔开然后来读那想有法通什么所在才有法通会堂伊是讲规定讲，凡有10个家庭有10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做一个的时阵因就有法通组织会堂。所以组织会堂的时阵，因就选一个人来做管会堂的人。你记得伫四福音的时阵，耶稣进经到会堂内面然后有一个叫做盖罗的，会记得袂？盖罗的查某啊，破病未死，判比特别死咯，12岁所以耶稣就去因兜要去甲伊医伫路顶才拄到一个血流12年的一个妇女，伊才按遐来医所以咱讲到伫会堂就是有人有管会堂的，所以伫会堂内面因就是唱诗，因有祈祷，因有读经，但是因无献祭的代志。当然，巴比伦以色列人受掠的时阵586年受掠了后经过70年其实70年是对606开始算起啦。主前606伫巴比伦王巴比伦国因头一摆来攻打犹大国的时阵，将一个人掠去其中掠去的人，咱真熟的是啥但以理咱会记得但以理的故事伫巴比伦王伫606年掠巴比伦掠跩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去到巴比伦上帝应允讲因受掠了后70年因要搁倒返来所以606你若加减70年拄好是536年所以536年就是外邦的王迄个时阵是波西王就允准以色列人倒去到是叫做犹太人倒去到耶路撒冷开始去圣殿，所以伫536年因倒去的时阵因就无偌久就开始去到去差不多20年因为无积极咧去去到20年了后因搁再停去因为因拄着一个人无要互因去到搁经过40-50年了后因才搁起来所以这个圣殿第2摆起来所以头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的第2圣殿是所罗巴伯是讲说因归回起的圣殿这圣殿不是真大，但是到新约的时阵希律王伊就来将这个圣殿给扩大主要是扩大圣殿的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所以到耶稣的点睛的时阵咱看到有圣殿但是这个圣殿有法通讲是希律给创较大咧创较水咧这是第2个圣殿第2个圣殿到主耶稣差不多30到33年伊离开世界了后升天了后主后70年的时阵罗马帝国过来毁灭耶路撒冷连这个圣殿规个灭去所以对于70年到现在是圣殿没落所以已经无圣殿了。所以无圣殿的时阵，以色列人因若要敬拜，因怎样敬拜呢？所以隆靠什么会堂所以隆靠会堂所以咱看到保罗伫伊规摆会履行布道的时阵伊每一摆到一个所在伊才是去找会堂的
然后伊叫犹太人来辩论来传福音嘛。所以伊第二摆报道旅行的时阵伊就去到以弗所这个所在伊就到当地这个犹太人伊就该传福音嘛。当然在人无要相信伊就甲伊辩论伫圣经使徒行传第18章19到20节就讲干信主的人就开始有所以迄个时阵开始有一个人信主，然后到第三摆保罗的旅行报道的时阵伊搁再翻去以弗所这个所在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31节伊讲伊就用3年的时间点伫这个所在。所以伊就将这个教会该建立起来，唔但建立教会圣经讲小亚细亚这个几个所在因为保罗伫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阵福音都传遍几个这个所在，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变做这个什么？咱这个财传的教会甚至安尼教会拢稳固起来。咱看到以弗所到启示录的时阵讲到当启示录的点钟差不多是主后90年到95年以弗所的教会渐渐落下坡路，因为因失去上帝因起初的听信因失去了因起初听主的心所以因有真多的工作但是无迄款的听，所以渐渐无迄款的属灵的力量所以这个教会无偌久就无去但是保罗伊就是将这个教会给建立起来这个教会是由什么外邦信徒甲犹太的信徒合起来当然外邦人会较多了伫这个教会内面有一个真出名是讲咱也熟悉的人的名曾经伫以弗所的教会来侍奉头一位是个这阿基拉甲别基拉这两对这对夫妇因伫遐然后阿波罗是伫以弗所来教导然后咱看到提摩太伊曾经也是伫以弗所担任牧养的工作这是伫提多书第1章13节有讲提摩太伫这个所在来牧养然后那按照历史的记载使徒约翰老约翰伊伫晚年的时阵伊也是伫以弗所的这个所在的教会来牧养因甚至以弗所伊是伫海口以弗所那个按西国行是一个拔摩岛就是约翰伊伫年老的时阵伊受什么和这个罗马帝国的人罗马给送去送去拔摩岛所以拔摩岛徛偌久咱无真清楚但是伊伫拔摩岛伊写什么写启示录咱会记得启示录是这拔摩岛所以伊是伫以弗所的对面所以当伊对拔摩岛出头放倒来放倒来的时阵伊犹原伫以弗所来牧养教会所以咱看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真福气的教会因为有保罗伫遐有约翰有伫遐然后提摩太阿基拉别基拉阿波罗拢伫遐来帮衬伊所以保罗当伊设立教会了后伊无偌久伊就写一张批要互因会明白关于教会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教会的真理咱来看教会的真理伊的以弗所书的一个信息三个重要的信息头一个就是讲到上帝伫永恒内面荣耀的旨意甲计划所以咱慢慢看落去咱会看到圣经直直讲到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丰富的教会所以
圣经内面啊，第1章第10节啊，第1章第10节啊，伊讲要照着所安排的啊，伫日期满足的时阵啊，互天顶、地顶一切所有的，拢伫基督内面干啊，同归归一一啊，一啊，同归一一啊。你若按照伊的原文啊，直接的翻译啊，伊讲为要伫所计划的时机成熟的时阵啊，所以咱看到有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的成熟的时阵啊，互万有啊，无论伫天顶的、伫地顶的，拢伫基督内面各一摆什么啊，归伫一个元首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同归第一啊，大家人归伫一个元首啊，这个元首是啥啊？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上帝隐形的一个计划啊，要互天顶、地顶所有的，拢要归伫基督内面啊，基督要做王来做主啊。当然，天顶，咱讲天顶是什么？就是我人讲在天使啊，然后天顶啊，会假神的信徒啊，地顶啊，就是信主的人啊，有法通干啊。伫主的面头前啊，咱讲啊到当主耶稣啊，伊国我升天了后啊，伊国我升天了后，伫腓立比书第2章啊，讲啊真水啊，伊讲什么？所以上帝啊，将伊干啊定做最低权啊，佮赐予伊超乎万名之名啊，叫一切伫天顶的。伫地顶的，甲伫地底的，因耶稣的名无屈切啊，无因伫啊嘴啊就要称耶稣基督做主啊，互荣耀归互天父上帝。所以圣经啊，人讲主耶稣对死来国活，赢过魔鬼撒旦的时阵，上帝应该干啊，成做第一权啊，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啊，大家人拢称伊做主，但是咱看到现主时啊。经过2000年咯，也阁是无大家人称伊做主。孤单信徒，咱有称伊做主无？有啊，但是信徒之间有合一无？咱有同归伫耶稣内面无？有时阵咱看起无啊。我感谢主啊，因为上帝恩待咱菲律宾的华人教会。什么叫做恩待咱啊？伫咱菲律宾的华人教会啊，咱对宗派，恁知影什么叫做宗派无？宗派啊，无相的宗派的一款的食材啊，实在是真淡啊，真唔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无讲哦，你是咱中华是属什么啊？长老宗的啊，咱是属长老宗。其实咱唔是属长老宗啊，但是咱是按照长老宗的方法来行啊。长老宗伊有一个宗派啊，了过什么宗派啊？除了长老宗啊，新公会另外咯。新公会是另外啊，然后有什么无？主会所，主会所，金信会，所以有真多宗派啊。宗派甲宗派之间啊，我伫台湾的时阵啊，我会发现啊，无相宗派教会啊之间啊，无啥来去啊，无啥联络啊，甚至有诶啊也什么，看咱像对调啊，打抢样啊，我抢你抢我啊，所以伫别的教会啊，也是真多安尼。但是咱感谢做伫教会，咱伫菲律宾啊，较无啊，伫菲律宾较无所以有时阵啊。敢若是你捌唱着无啊？敢若真咱犯罪宗派啊？敢若真咱犯罪宗派啊？所以宗派怎啊来的啊？在宗派怎啊来？按照我伫这个所在啊，来甲你分享啊，讲这个宗派是怎啊来的啊？我知你看到袂啊？较细淡薄这个咱讲说，这个是一张手啊，你看到这个是一张手啊。这张手大呀，所以你若看第下面的啊，就是新约啊，耶稣基督啊，伊开始的时阵啊，就设立伊的教会啊，设立伊的教会啊，
所以伫上古的时阵啊，这个咱有法通讲伫初期的教会啊，还是个即教父的时期啊，初期的教会，那有一个呢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啊，因每一个所在有一个教会啊，伊的教会是怎啊？伊的名是啥物啊？毋是叫做中华，毋是叫做圣公会，毋是叫做灵辉堂，伊无这款的名，伊是因所在的名。所以伫菲律宾的教会叫做啥物？菲律宾教会啊，伫以弗所城的教会叫做啥物？以弗所教会，所以是一个教会啊，使徒来弄的啊。但是啊，到1054年1054年啊，就开始啊，对这个教会的时阵啊，分出来啊，分这个叫做什么啊？希腊的东正教啊，东正教 Eastern Orthodox 啊，你捌看到 Eastern Orthodox 是啥物无？我互你想啊，你看因的智慧啊，因是这款的啊，所以伊个这 Eastern 啊，是东方啊，所以是东方是什么？是以色列的东边啊，所以有法通讲是小亚细亚这边啊，伊是小亚细亚这边啊，所以现在是咱个在希腊咯，希腊的 Greek Orthodox 咯，还是个在 Russian Orthodox 咯，就是因为苏联的因为个在东正教个吼，有的人啊，因是穿黑色的个，然后再有好笑的个，然后因有仪式的时阵哦，因是穿白的衫个，所以这个是东正教个。你若看因的什么高等内面个，你看到什么无？星斗你看到有星斗，有无？所以你若看到安尼，你想到什么？天主教，天主教上，甲天主教上哦，但是因毋是天主教哦，因甲天主教上，但是因毋是天主教，因有关有影响的上信徒的上个吼来干啊，来看咱出帮咱因来敬拜，但是因毋是叫做异端，因为伊相信的甲咱相信的上，因的方式真侪无相同啦，方式无相，所以这个是叫做东正教个，所以这个是伫1054年哦，伊甲这个叫做天主教咱路边是叫做天主教个，但是迄个时阵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时阵是一个尔，一个定个，看若真那叫做罗马天主教因为伫中世纪的，还是讲说伫第4世纪、第5世纪个，因开始以罗马这个所在个的 bishop 的教主个做领袖啦，所以因就按遐来选个真侪主教做一下的时阵个，还是做一下的时阵，因就选出一个看咱剩一个头个，伊就变做天主，变做因的主教个。所以变做以罗马天主教为主啦，但是开始的时阵伊毋是写罗马啦 ，OK， 伊毋是写罗马个，但是教会到1517年的时阵个，我再分出来啦，分中头这个啦，分什么叫做什么更正教更正教个叫做Protestantism 啦，这是马丁路德啦。所以马丁路德开始的时阵所以出来变3个主要啦，这个是东正教，这个是更正教，第3是罗马天主教，这个 Protestant 个，咱讲说更正教个有3个重要的宗派啦，3个较重要个，头一个是叫做路德宗啦，路德宗个。路德宗是 Lutheran，OK， 这是 Lutheran 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改革中个，还是叫做长老中个，长老会啦，这是第2个啦。再第3个哦，这个是英国的国教，叫做新公会啦。啊，英国的国教叫做新公会。当然，新公会有分做2个个，一个叫做 Anglican Church 哦，这个是英国的国教啦，一个是叫做 Episcopal Church 啦，所以伊只也个分个。然后这个罗德宗哦，伊有按罗德宗出来哦，是在那叫做重洗派个吼 ，Anabaptist 啦，因是主要主张讲，着我水类这摆啦，啊，然后另外这个是叫做门诺教个吼，门诺派啊，然后这个敬虔派啊，再出来个，不过这派哦，路尾唔是真大啦，真细个啊，所以罗德宗啊，改革中个。其实伊出来有真后一个那个，所以有时阵有真侪所在，但是伊有个叫做长老宗个吼啊。然后新公会哦，伊就分过较多了啦。新公会开始个1、2、3、4个，然后伊边有一个按家出来是叫做清高道，我在你捌听到清高道 Puritans 个啊 Puritans 去美国的哦，这是做清高道啦。啊，再清高到去美国，因是按英国的新公会出来个，然后开始有另外一个是1609年哦，是浸信会啦，然后有英国的什么啊公理会个啊，美国哦的公理会啦，啊，然后有贵格会个 Quakers 啦，啊 Quakers 个，然后有顺利会个吼，啊是卫理公会 Wesleyans 咯，啊，这种是按家出来个。然后我顶面那个你看到救世军个吼，好救世军啊 ，Salvation Army 啊，然后我去个无偌久，就是在灵恩啊，灵恩派也是按家开始啦啊，所以咱看到规个，看哪真啊犯罪宗派啊，啊，就是按家直直分起来个吼，啊，其实大个3个个啊。三个，然后再3个宗派，然后再分做亚岁了。OK， 对这方面你有啥物爱问的无 ？Before 咱个继续看煞。我觉得做拢总是形式的哦，是无？形式无同，但是因有一个教义应该注重。哦，也是有一个教义因也注重那个，啊，好，所以规个教会哦，其实咱若看咱家己，咱是较属伫中头一个叫做 Protestantism 个更正教个啊，现在是咱称咱家己做啥物？咱是叫做 Evangelicals 啦，福音派。好，福音派就是 Evangelicals 个，所以咱主要也个是以圣经为主个，然后咱的仪式无犯罪啦，啊，咱的仪式无犯罪个啊，但是有一日呾讲，所以一切拢总会无去个，人为的会无去个，咱若真爱犯罪分也罪，因为咱的重点会无相同个，啊，重点无相同，哦，有时阵譬如咱来讲吼。啊，咱讲水咧，话讲哦，休咧，话讲无着滴咧，话讲无着浸咧，OK， 啊，所以这个是无同诶看法个。意思是咩？伫圣经内面，因去读圣经诶时阵哦，因有迄款诶脱掉诶时阵，因认为上帝诶话语啊，伊伫即方面安遐会教导，所以变做伊诶 conviction 啦，啊，伊安遐。啊，伊了这个哦，然后虽然这个物件唔是最第主要的啦，意思是什么呀？但是你看在无同的宗派的时阵哦，会基要的真理哦，拢相同啦。基要的真理是什么呀？因信称义哦，主耶稣基督有人的性情，有上帝的性情，然后咱的上帝是三位一体，亲爸、圣子、圣灵。然后啊，那圣经啊是上帝的话语啊，所以最个重要的哦，咱大家相同啊，但是一个主要有时阵会无相同哦，所以变会真侪无同。
但是圣经却讲什么？有一日啊，跩隆重要干，会无去啊，隆重要归伫一啊，归伫上帝诶内面啊。所以以我所述啊，其实是帮助咱啊对隐形诶观点啊来看现在所发生诶代志啊，将来啊要做一个啊，但是现主时啊也无咧啊，所以咱就对隐形诶观点来看现主时啊，现在啊一切拢是按照上帝计去啊，伫隐形中诶计划啊，为要达到伊伫后来啊隐形诶目的啊，所以咱看到讲。以我所述，可能看到上帝规个隐形内面伊个计划是啥物啊？咱今仔日来现主时啊，是因为过去啊，上帝的心意啊，慢慢演变啊到咱现主时啊。但是咱现主时毋是停咧啊，咱也会要直直行到将来啊，上帝的目的啊，会按遐来实现啊，会按遐来实现啊。所以咱上帝啊，是要借着。这个上帝的计划要怎么实现呢？借着什么呢？借着教会啊，所以教会啊，伫上帝荣耀计划中啊，的地位真重要。因为上帝的计划要怎么伫世上来实现呢？就是透过教会啊，透过教会啊，所以咱若看的时阵，咱来看到讲教会啊，是万物啊。是上帝的身躯，是基督的身躯啊！是个充满万物者所充满的，为着要互教会啊，有法通互人来认识上帝啊！上帝救赎的计划啊，有法通伫现今的世代啊来实现啊！所以我讲到教会啊，的尊荣啊，教会的奥秘啊。The majesty and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 啊，特别讲到第3章的时阵啊，保罗伊特别讲到这个，然后第3章啊，罗马规则的精髓啊，伊讲哦，有法通甲圣徒三甲明白基督的听，是何等的长阔为深，并知影这个听是假以人所有法通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了人。意思什么？上帝将咱摕伫教会，互咱每一个啊，有法通要怎来明白上帝的听哦。伊讲这个听是人无法通测到的，但是啊，咱有法通甲圣徒三甲明白基督的听，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上帝的听，基督的听是真伟大啊！咱每一个人啊。经历到上帝啊，还是基督的听的一部分尔定啦。我经历到伊一部分的听，你经历到伊一部分的听。但是咱大家人做一下的时阵啊，咱将咱所经历的听讲出来的时阵啊，分享出来的时阵啊，咱大家人会明白哦，原来是基督的听反而会伟大别啦。我所知影是有一部分啊，原来伊也好也做别部分啊。伊的奇妙真奇妙，这个亲像什么？这个亲像咱细汉啊所读到的故事啊，这个是什么？痴迷的人咧，个呐，摸伊个唱啊，一个摸着伊的屁啊、长长啊，伊讲看咱像是一个什么？一个碟咧啊，这摸着伊的身躯啊，各方看，看咱像一个墙咧啊。摸着伊脚啊，讲这个看咱像一支跳啊，摸着伊的马啊，看咱像是一只蛇，是一条蛇啊，摸着伊的鱼啊，讲到伊的鱼啊，咱像什么？这个大的客星啊，想啊对啊，无人对啊，但是大家也是对啊，因为伊是部分的啊。但是你要将老总啊所摸到的每一部分啊，拢做个合起来啊！你看到几个？你看到几个？今仔日真趣味啊！今仔日早起啊，我甲阮家咧伫车咧时阵啊，伊才甲我讲：爸爸，你知影无？有一款的车，现主是真水啊！伊的车有一个，咱有一个地米啊！现主是咱的车有一个地米啊！你若咧推车咯，咧进车咯，有时阵你看着。伊讲这个车伊的камera
是四周围嘅视野。所以你若安尼，你看到你的车，伊安顶面合起来啊，看到你的车边头啊有人，边头有车，边头有啥物，你会看到啊，你会看到。所以伊讲，我讲啊是去怎啊创啊？伊讲因为伊每毋知几落的什么录影机啊，伫遐吼无相嘅角度啊，安尼合了的时阵啊，电脑则规个甲伊集合起来，互你有法通看到。你伫内面咧看车，你有法通看到你的车，眼顶面互你看，你的车边头有人，还是有车，还是有空，互你敢若拢总会看到啊。我说我吼这个也水啊，这个也水啊。哦，上帝基督嘅听真伟大啊，咱无法通完全测到，但是啊，基督徒咱所经历嘅听无相啊。但是咱拢总伫教会内面啊，咱三个分享嘅时阵啊。哇，咱会得到上帝话语啊，咱无法通完全明白啊。咱三合做一个啊，三合来分享的时阵啊，咱就有法通明白啊。原来是安尼啊，原来是安尼啊。我有一个先生啊，叫做新保罗牧师啊，我看有一个人真捌伊啊，伊真够讲道啊，伊教阮讲道学啊，伊捌教阮讲讲啊，伊讲你知无？约翰3章16节啊。已經講差不多20擺咯，一節內面啊，有人講20篇道理啊。伊講這20篇道理啊，無啥送的啊，無送的啊。哇，我大概聽了啊，講哇，無反好啊。伊講伊的意思是咩？伊的意思是講上帝話語啊，上帝本身啊，真偉大啊，你無法通完全明白了啊，咱所知啊。不過是一部分而已，有一日啊，咱會隆重知影。所以啊，信徒啊，伫教會內面啊，咱就是彼此幫助啊，彼此扶持啊，因上帝互咱的恩賜啊，第4章講到恩賜啊，必須將規個身軀建立起來啊。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啊。所以以弗所書啊，伊有強調這項啊，就是強調。教會伫主內面會豐富啊，伊豐富你切實有講到5擺啊，講有滿足，有充滿6擺啊，講到上帝恩典恩惠啊，有13擺啊，有13擺啊，所以以弗所書啊，其實一直講啊，教會是基督嘅身軀啊。哥羅西書諗乜啊？哥羅西書是講到什麼？基督是教會嘅元首啊，我講一擺啊。以弗所書講到教會是基督嘅身軀啊，哥羅西書講到基督是教會嘅元首啊，所以你若去讀以弗所書啊，好好去讀哥羅西書嘅時陣啊，兩個合起來啊，咱就有法通對教會啊、整體啊、國家明白啊，伊嘅啟示啊，第三嘅信息啊，就是教會怎樣要佇地上做基督嘅見證啊！所以既然上帝要用教會啊，伫遮講到教會嘅時陣啊，咱就會記得啦，伊是講到人啊，講到例外。所以保羅啊，你若看伊嘅書信啊，有一個真特別嘅，唔是真特別啊，伊嘅結構頭部分啊，在是講到教義嘅，然後下部分啊，是講到什麼啊？實際嘅生活。以弗所書相反啊，第1到第3章啊，是講到教義啊，講到咱佇耶穌基督內面教會嘅豐富啊。然後第4到第6啊，是講到咱嘅生活。意思是講，咱既然知影，咱佇上帝地位真偌豐富啊，偌榮耀，咱怎啊將伊彰顯出來呢？怎啊彰顯出來呢？所以這個是保羅啊，佇聖經內面互咱啊。所以教義啊，第1到第3章啊，是講到教義啊。第4到第6章啊，是講到實踐啊，實際你要怎樣應用出來啊？新保羅牧師啊，第一本冊內面伊講啊，伊講這本冊啊，親像窗啊，向天啊，你安尼啊，該開啊，互咱有法通藉着伊啊，看起一點啊，上帝佇因世內面的心意啊，因為上帝的心意，咱孤單知影一點啊人啊。也就是伊佇過去
诶形式里面啊，怎样规定，然后伫将来诶形式里面怎样安排啊，并伫形式诶现在啊，伊诶旨意是怎样最要紧啊，伊是要互咱知影，咱伫这个第一站诶现今里面啊，咱怎样来生活这个是伊讲所以讲到天，这是天顶诶一本册干因为第一章讲到天顶诶福气第二章讲到叫咩咱甲主三甲坐伫天顶第三章讲到天顶大家也甲咱三甲得着命第四章讲到主升顶天诶时阵赐予咱逐项诶恩赐第五章讲到天国天顶国面咱伫第种生活诶样式然后第六章讲到咱怎样甲天顶还是讲天空诶恶魔争战所以这个是天顶诶册天顶诶册最后咱来看伊诶大纲一本册诶大纲咱要怎样来看呢？第一到第三节是引言introduction然后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三章诶落尾这三章讲到什么咱伫主内面会丰富然后第四章开始到6章20节讲到咱伫主内面的什么会平衡所以咱应该就怎样来生活然后第6章21到24节到这咱的结论这个引言这个结论中头是讲到主内面的丰富主内面的什么平衡平衡咱分甲什么甲大的时阵伫主内面的丰富讲到什么丰富咱属灵的福气是什么第一章第4到14节了属灵的智慧第一章15节到23节然后第二章第1节到22节的时阵是讲到咱属灵的地位是什么第三章讲到咱属灵的身躯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伫主内面的丰富咱有福气咱有智慧地位甲身躯这个是伫主内面的丰富伫主内面的平衡是什么呢咱有伊讲到几落项伫教会内面咱的生活就怎样个人咱的生活就怎样家庭咱的生活就怎样然后精简属灵的精简的生活就怎样这是按照马友照牧师伊伫新约开论所讲的所以咱要以这个作为咱的什么作为咱的刷落去咱慢慢来看的时阵咱会用这个大纲这个大纲所以教会是每一位信徒下去生活伫这所在咱应该就重视教会应该就参与建造教会然后来爱护来照顾教会透过咱的侍奉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的生活将上帝丰富的恩典按下来分享出去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是咱应该要行的咱学习了有所事希望咱有法通会晓搁较听教会会晓搁较来侍奉主伫教会内面发挥主予咱的功能咱所以下礼拜请咱开始读有所事第一章咱对第1节到14节